结冰那新书的名字，父母亲星辰得来的福子。他曾是国王，极喜多国力，却仰慕富托，涉足来出家。尊者摩诃迦宾那，心速第一，修行最精进，眼动力坐禅，火遍全身心，得涅槃法位，远离一切欲。福特走到他，问他满不满，尊者说满足，心意的安然。福特微微笑，你得了法了，也要给世人带来真平安。说你是教界第一人，受戒如受法，心才能安定，有定生智慧，智慧能开悟。尊者的声音提醒精持戒心，才是觉悟门。尊者摩诃迦宾那，心术第一，教化众弟子，因为有戒律，说你是教界第一人。摩诃迦宾那，心术广众，教化第一。